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6，箴言14章29到30节安尼讲：袂快生气是大聪明，无耐心的显出愚妄。心平静，互身体健康；怨妒，互骨头柔软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怨无快生气，着保持心平静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满有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甲信实的上帝。你的智慧无穷无尽，你的作为奇妙可畏。主啊！你忍耐阮的软弱，无快生气，反倒当用永远的疼来疼阮，用丰盛的恩典扶持阮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每日赐下平安甲恩典。我要向你学乐无煞，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，拢是对心发出。愿你除去阮心中的苦毒、怨恨，互阮无快受气。乃是用平静的心，互阮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。求你保守阮的心灵，互阮伫家庭、教会甲人际关系中，愿成做和平的使者，互人通得到祝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